在看台中太平一间国小，有家长指控讲，学校棒球队的教练性侵害学生，上细汉的受害者才2年的尔。歹代伫今年10月才逼出来，家长是质疑讲，这个教练伫2012年就有前科，2019年搁去学校做教练。目前有通报的受害者至少都有25个人。 受害者的家长讲到，家己囡仔入去国小的棒球队，说互教练性侵，看囡仔身心受伤害，家长也真艰苦。我把孩子送到学校的环境，但是学校的单位却不能保护我的孩子。 家长指控讲，台中太平一间国小的棒球队教练当期对囡仔性侵，甚至甲因翕影片，造成囡仔身心受创伤。受害者上细汉只有2年尔。这件代志一直到今年10月，有学生甲家长反映才逼出来，也质疑这名教练早伫咧2012年就已经有妨害性自主的前科，2019年率来国小做教练，质疑学校有过失。但为什么学校会聘请一个有前科的人来当教练？ 他10月份才发生，一发生马上就停聘，马上就减掉就进来，所以发生的同时，学校就第一时间就做处理。家长表示，这名教练伫学校教5年，今年搁再要求球队的学生爱住宿舍，这受害者可能会搁较济。也因为前任校长伫今年8月已经调职，新来校长就表示，事件伫今年的10月底逼出来了后，有继续伫咧做性平调查。目前有25个人通报受迫害，这名教练也伫11月放改聘，目前已经放收押了。小孩子也很服从这位教练，虚于权威，不敢说出来。好，所以这之前的时间是没有孩子有反映到这一块。那个系统目前那时候并没有注记这位教练是不适任的名单在这上面。那到了110年的时候，这个系统汇入了法务部的相关的系统。 市政府表示，除了检警介入侦办，也要求学校扩大调查，确认敢也有学生受害，也启动相关的身心辅导机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